主啊，2024年5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声的等候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62篇第10到12节。大笔的诗照亚杜顿的做法交予圣乐长。我的心静静，专心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。只有伊是保护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，伊是我的堡垒，我拢袂动摇。恁攻击一个人要到什么时？恁亲像在杀倒驱车的墙，要倒下壁，安尼甲迄个人毁坏。恁斗阵计谋，一直要甲伊对尊贵的位请落去。恁爱讲白贼，喙祝福，心咒诅。我的心神啊，着静静专心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仰望对伊来。只有伊是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，伊是我的堡垒，我拢袂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光荣在伫上帝，伊是我的大石盘，我的避难所。万物啊，着不时倚靠伊，对伊透露恁的心情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。卑微的人真正是空虚，尊贵的人也是虚假。人真正是空虚，为死的人拢是虚假。迄日天平一定浮起来，因夹起来还比呼吸的气较轻。毋通靠暴力，毋通靠抢夺，财宝加天，嘛毋通想要靠伊。上帝讲一项，我听到2项，权能属伫上帝，主的嘛属伫伊。主啊，你要照逐人的所做，甲伊报应。无声的等候，你有过束手无策的经验无？诗篇62篇的作者大笔写着伊人生上痛苦的经历，就是予家己上疼痛的囝押沙龙和部下追杀，甚至命在旦夕。伊讲：恁攻击一个人要到什么时？恁亲像在杀驱车的墙，要倒下壁，安尼甲迄个人毁坏。恁斗阵计谋，一直要甲伊对尊贵的位请落去。恁爱讲白贼，喙讲祝福，心咒诅。押沙龙阴谋造反，吸引真侪人跟对伊。大笔受逼逃离耶路撒冷。不过撒母耳记下卷17章，互咱看见大笔安怎绝处逢生。当拢时，军队大笔侪年的阿伊多弗向押沙龙献策，就是派重兵探夜对赶野先的大笔一行人，只要杀掉大笔一个人，押沙龙就会当稳坐王位。押沙龙虽然同意阿伊多弗的妙计，不过伊坚持还是爱听户书的意见。户书是啥？原来户书是大笔忠实的朋友。当大笔逃出耶路撒冷的时，户书想要爱甲大笔同去。大笔却爱户书留落来对押沙龙表达效忠之意。安尼毋但会通提供内线消息予大笔，还会当将防阻止足智多谋的阿伊多弗。果然，户书伫即个时刻派上场面。伊对押沙龙讲：大笔袂乖乖受掠，一定会密点暗处出手。安尼人会掠做押沙龙的手下已经败退。假使押沙龙亲自出马，搁调集全国大军征讨，大笔就插翅难飞。押沙龙介意户书的建议，失意的阿伊多弗就回乡掉头自杀。
得到情报的大笔，通喘一个大气，通好有时间准备迎战押沙龙大军。亲自出马的押沙龙，无打算互家己上阵来的头章甜点抢拿，最后死伫大笔的将领约押手下。1970年4月，留美社会学博士黄文雄伫纽约大庆，准备刺杀当时访美的行政院副议长蒋经国。黄文雄大声发“台湾独立万岁”了后，枪支对蒋经国头壳顶飞过去，搁黄文雄的黄金岁月也伫26年的流亡中飞逝。躲过一劫的蒋经国心中反复想一个问题：台湾人为甚物要杀我？对迄遍牛市事件了后，蒋经国无搁再出国，搁伫主政了后开始推动本土化，互台籍精英有铺头落脚的机会。面对攻击的时，大笔知影只有倚靠上帝才当得到保护，因为安尼，伊讲我的心神着静静，专心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望对伊来，只有伊是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，伊是我的堡垒，我拢袂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光荣在伫上帝，伊是我的大石盘，我的避难所。咱通甲本诗篇分享互绝望中的朋友，互因知影，就算恶徒仗势欺人，总是信靠上帝的义人，无啥比有啥搁较有力。倚靠上帝的人，必赢过倚重暴力的人。默想，我安怎伫歹人面前安静无声？搁安怎踮上帝面前倾心吐意？我安怎伫歹人面前安静无声？搁安怎踮上帝面前倾心吐意？咱做伙来祈祷。公义圣洁的主，你看见我一切的造物，也照公义审断。求你互我得啖你救恩的滋味，安静听候你，时常信靠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